进这个屏东客家六堆文化历史的橱窗中，其中的左堆文化指的就是新皮乡和嘉东乡。在经过这么多年的文明洗礼之后，今天的左堆文化已经逐渐朝着观光游览事业的方向发展，非常值得您拨空游览一番。来到我哋新皮乡嗰個睇咧，有我哋講比較具有特色咧，應該是算江莊啦。但是來到江莊嘅時候，我哋會睇到我哋會經過有100多年歷史嘅洞察門，我哋都講門樓嘅，會經過門樓。來到門樓嘅時候，過後我哋可以來到新皮國中，新皮國中隔壁都有咧研究過出名嘅都江莊嘅清水公園。江莊嘅清水公園嗰度，我哋金山在地一個森林嘅再利用啦，對我哋今仔拿金龍做嘅觀光上嘅生態教學嘅場所，會俾你一種無窮樣嘅感覺啦。或者我來到我哋也公園過後呢，因為個也蠻值得過再行嘅所在，我哋可以來到有湘潭，那個湘潭呢，湘潭都有啲龍潭寺，龍潭寺也係有啲歷史嘅所在。每個頭前一個仔床啦，仔床頭前就有個湖，也係算天然嘅湖，也對於仔床檔嚟看呢，也係啲規劃嘅所在，我們看呢也係會爽快。所以我哋嘅江總呢，例如呢國泰羅石木，羅家童書，佢歷史嘅台灣古書嘅文獻地圖嘅，有等出嚟，已經有300多年，有300多年嘅台家童書。在一切回歸自然的今天，新皮鄉建功村的清水公園完全以自然生態的保育方式建設，而且園內的維護作業也都是村民主動的參與義工，這種精神更是令人佩服。而嘉東鄉是六堆文化歷史中唯一靠海的客家莊，嘉東鄉是擁有古蹟名勝最多最豐富的一個客家莊，他們不但對歷史珍貴文化資產的保留不遺餘力，對當地古蹟名勝所含有的歷史意義更具有一份屬於客家人的自豪與自負。屏東縣有10年的古蹟，跟嘉東就參與3個古蹟。首家古廠呢，也都5房大屋，一圈它有5廊啦，1、2、3、4、5廊啦有個建議呢，一個清朝時節特別的建築呢，主廠的真正去看目前除了林家花園以外客家人也個有安尼5房大屋呢，就算首家也係啦其次個楊家總祠嘅特色呢，如係一個以前係年代以後呢，可以看到一個太極兩儀池也離了獨步全台啦。伊個木板嘅構造呢，是一個燕尾翹脊一個都是呢係也做工人家呢才有安尼派頭。第三個呢一個播種門，也叫個視察門也視察門就建議在清朝時節一路適合我哋全莊全部的力量來建立易守難攻的一個城門啦，主要為了防止這個盜賊侵入，屬於安全防護措施的。上面呢有一個播種一兩個字呢，都係清朝的乾隆皇帝以所頒發的除了這應該有兩個演員的這樣的扛都係標衝的地方啦。除了這以外呢，我可以介紹各位再去看看一個嘉東的沿海有一個溫鳳和溫鳳兩村對於地層下陷、梯產下陷的地方，1樓變成1樓的一個特殊的景觀啦。有啲年前呢，嗰邊呢，因為陽清一發達啦，一起出一個地下水，結果呢，將地下下陷起來，變成一種很天然的一個自然的景觀啦。所以各位可以看一看嘉東沿海一帶發展鰻魚養殖，當地因為長期過量抽取地下水，導致地層嚴重下陷，1樓變成地下室，使得當地居民人心惶惶。但樂天知命的客家鄉親呢，還是為了有土才有家的傳統觀念，堅持住在自己的家園。可是當地的地理景觀卻蔚為全省少見的奇觀呢。